有加有減。李聯輝、錢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點，香港電台1、5台播出。有人話宇宙並非無邊無際，但係我哋深信人類探索宇宙奧秘嘅求知欲係無窮無盡。鍾偉強帶領大家遨遊宇宙深處，尋找生命意義。宇宙無限。各位聽眾，你哋好，我係鍾偉強，歡迎你哋收聽《宇宙無限》呢個節目。今日呢，我就好高興啦，請到我一位好朋友，香港天文學會嘅吳鴻章先生，同埋我哋一齊去討論一下日食同埋月食嘅問題啦。吳鴻章你好，係鍾偉強，大家都好。嗱，就或者喺我哋未同阿吳鴻章傾偈之前呢，咁先簡單介紹一下吳鴻章先生先啦。咁啊，吳鴻章先生呢，就係香港天文學會嘅一位非常資深嘅會員。亦都從事咗天文教育啦、推廣啦同埋其他嘅活動，差唔多接近30年㗎啦。咁阿吳鴻章好多時喺太空館主持一啲天文嘅課程啦，亦都曾經試過喺南華早報負責一啲天文嘅專欄啦。亦都吳鴻章亦都好多時負責關於喺太空館同埋喺香港天文學會裏邊有關天文訓練領袖嘅一啲嘅教學課程，同埋主持一啲關於天文教室嘅編輯工作啦。而家亦都幫緊一啲中學教師搞緊一啲天文研習班嘅。咁其實吳鴻章點解當初你會有興趣參與呢啲天文活動嘅咧？咁啊，其實有啲機緣巧合嚟嘅，因為70年代初嘅時候咧，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咁大家咧都對天文咧好感興趣嘅，咁一齊咧就去睇星啊，研究啲天文嘅課題啊咁樣嘅。咁啊，後來咧就成為香港天文學會啦。咁啊，當時仲係中學啦，咁亦都自己喺中學嗰度咧就有搞個天文學會，即係喺校內咧舉辦啲天文活動，使到啲同學咧能夠接觸天文啦。到入大專嘅時候咧，仍然都放唔低啊，繼續搞落去咁。咁至到畢業之後咧，投身社會啦。咁啊，喺透過天文學會咧，亦都繼續咧喺天文呢方面咧盡一啲綿力啦。其實咧，我哋今日咧講日食同埋月食啦，其實我哋會分2集嘅節目同大家介紹嘅。咁其實吳鴻章，你記唔記得咧？喺你即係從事關於天文嘅觀察或者其他活動裏邊咧，你做過幾多次日食或者係月食嘅觀察咧？如果諗起上嚟咧，咁多年咧，日食月食咧喺香港見到咧都好多次嘅次數噶啦，即係日食同月食。咁大家都知啦，我相信就係話日食咧主要係分為3類型嘅。有日全食啦，即係成個月光遮住晒太陽，咁啊叫全食。另外一種咧就叫偏食，即係話月光咧即係太陽遮唔晒嘅，咁啊遮咗部分。咁啊第3種咧就叫環食。咁環食咧其實咧即係月光遮太陽，但係因為月光距離比我哋遠啲，咁遮唔晒個太陽，咁漏咗成個太陽個圈出嚟，咁叫環食。咁啊呢幾種食咧，咁我都有睇過，但喺香港嚟計咧，因為好耐都冇睇過全食噶啦，淨係睇偏食啫。咁淨係太陽有關日食咧，咁啊香港大致上睇到偏食啦。講到月食咧，咁月食亦都一樣啦，又分咗為幾類啦，有月全食啦，即係成個月光入咗地球嘅陰影裏邊啦。咁亦都有偏食，咁即係話地球嘅陰影遮唔晒個月光啦，食一部分。咁另外仲有一樣咧，叫做半影食，即係話月光咧走咗入咗地球嘅半影。咁啊，好多時咧，我哋都唔察覺得到，咁月光係暗咗添嘅。咁啊，呢幾類型嘅月食咧，亦都係咁多年嚟咧睇過好多次㗎啦。咁我哋咧就試下啦，譬如利用下今集嘅時間啦，就集中啲討論一下同日食有關嘅一啲細節啦。嗱，我哋先講翻日食先啦。其實係乜嘢造成呢個日食嘅咧？簡單啲嚟講咧，只要係太陽、月球、地球3者成一直線。而係月球喺中間啦，當然，咁啊月球喺中間嘅時候咧，佢個陰影咧就有機會投影咗落地球上邊啦。咁如果你咁巧啊，喺正嘅陰影下邊，即係月球嘅陰影下邊咧，咁即係話表示咧個月球咧就遮住天上嗰個太陽，咁啊產生嗰個日食咯。
係啦，嗱呢個過程咧，其實我記得以前喺小學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學過嘅。咁我仲記得嗰陣時，我哋好多時問先生個問題就係咧，因為月球行到啱啱太陽地球中間咁遮住咗，所以有日食啦。咁我哋就問啦，個月球每個月都行過去中間一次噶嘛，點解我哋每個月都睇唔到日食嘅咧？要係好罕有咁先睇到日食咧？冇錯啦。咁其實咧，月球環繞地球運行咧，咁大概29-30日度咧就行個圈啦。咁理論上，咁啊個月都有日食或者月食咁。咁又事實上又唔係嘅。咁原來咧，月球環繞地球運行嗰個軌道咧，同地球環繞太陽運行嗰個軌道咧，兩者之間係有一個夾角，即係有角度嘅。咁所以唔係成日三者咧都喺初一或者15咧就分別產生嗰個日食或者月食嘅。係嗱，頭先你啱啱講到初一同埋15嘅問題啦。嗱，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譬如話曾經有觀察過日食咧，大家都應該留意得到咧，日全食嘅時間咧，幾乎一定添咧，就喺新月嘅時候嘅。即係話，譬如話喺初四、初五啊、13、14啊呢啲係唔可能發生日全食嘅。點解一定會喺新月嘅時候先至會發生日全食咧？嗱，新月嘅意思咧，即係話咧，月球咧喺天上面，我哋望到佢，譬如初一啦、初二嘅情況咧，就峨眉彎月啦。咁啊，即係話佢亦都係喺日落之後咧，無奈咧就見到月光都低沉啦。咁即係兩者好近嘅。咁啊，試想下，如果係初二、初一之前咧，咁我哋個新月啦叫朔啦，咁係一定係嗰段時間咧，月球咧係最接近太陽，甚至遮到佢先產生嗰個日全食咯，或者日食啦。係嗱，咁呢個情況咧，就今日我哋知道係咁樣啦。嗱，其實我都想利用呢個時間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其實自己咧，中國人咧喺古代，尤其是喺日食裏邊咧，其實有一個好詳細嘅記錄嘅。嗱，最初咧係中國人喺我哋嘅史書上邊記錄日全食啦，其實就可以回溯到去尚書嘅年代，即係所謂書經嘅。嗰陣時都有提過喺夏朝時候嘅一啲日全食記載。不過我哋今日知道咧，《尚書》呢本書只不過係託古人而寫嘅，所以個時間就唔係好準確。今日較為可信嘅時代咧，就應該係嚟自《詩經》。喺《詩經》裏邊，小雅咧提到有10月之交，朔日申卯，日有食之，即係有提過有呢個日全食呢個景象。而《詩經》小雅寫呢個嘅時間咧，根據後人嘅推測同埋驗證咧，就發覺應該嗰個時間就喺周朝差唔多就係周幽王嘅年代啊！唔知大家對周幽王清唔清楚啦？即係當年烽火戲諸侯嗰一位啦。咁喺周幽王嘅年代咧，差唔多距離而家2700幾年，我哋就發現有日全食嘅記錄。而呢個時間咧，係比當時巴比倫人嘅記錄咧仲更加早。嗱，雖然中國人喺記錄日全食嘅時候嘅時間或者記錄日食嘅年代係較為早，但係好可惜咧，就係中國人去解釋日食點樣形成嘅時間咧，就較為慢一啲嘅。頭先阿蒙章就同我哋講咗點解會有日食嘅原因啦，但係中國人其實咧去到差唔多戰國時代，即係佢哋而家2400幾年度啦，咁先至提出其實原來日食係同月亮有關嘅。嗱，佢冇直接講到係月球遮住咗，佢就話同月亮有關嘅。咁我哋點樣睇得到佢係同月亮有關呢？佢有兩樣嘅記載好得意嘅。佢第一樣呢，就係喺當時嘅戰國嘅文獻上邊呢，就係話佢教人用太陽同埋月球大家相對嘅位置去估翻日食幾時發生。另外一樣呢，去解釋點解會有日食呢，仲特別嘅。佢話因為呢係月球發出嗰啲陰氣啊，壓制咗太陽嘅陽光氣啊，所以先至有日食。嗱，所以嗰陣時呢，就啲人都覺得係同月亮有關。真正知道原來日食點樣發生呢，其實要去到差唔多西漢末年嘅時候先至知道，即係距離而家大約2000年度啦。咁嗰陣時史書上邊嘅記載呢，就係話日食者月往蔽之，即係話月啱啱行到嗰度遮住佢，所以先至會有。咁我哋發覺原來我哋中國人呢，就差唔多去到成2000年前先至可以解釋得到，但係比較起巴比倫人同埋希臘人呢，咁佢哋比我哋更早解釋到呢一個嘅成因㗎。嗱，咁我又好想問翻阿蒙章啊，其實喺成個日食，特別係全食嘅時候呢，整個過程係點樣㗎咧？